甲简本和爱的无变挂起来，位置特别伫调解委员会的边仔，互民众看到真书椅会当心平气和。现在近视目标就是我们少年的智慧发音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社会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以人道德的丧失其实人以身作则，带动行善形象不能等的观念，就是要重回社会的伦理，让道德社会重回正轨。真书椅无变，先前拢只有伫台中的校园当中，这回头摆甲台南志工合作，甲80片无变送到市府，挂伫台南市三叉市的区公所。志工捐赠仪式，市长黄伟綽亲自出席收证，希望透过真书椅的引导，搭起市府甲民众之间友善真诚沟通的桥梁。有时候送人千金不如送人一个字，哪些字是比较重如千滴、重如千金的？像这些就是慈济我们近思语透过区公所看能不能除了学校，因为学校是每天同学进进出出都接触的，那我相信这一定有很大的帮助。除了区公所，市府嘛希望甲真书椅早入去学校，互学生拢会当讲好话。其实组织的近视阅读书选，正一间一间的设立，对着人文素养、品德教育的培养，拢会尽一份心力。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